据彭博报道，不像华为和三星制造折叠式手机，诺基亚则在手机背面搭载5个摄像头来引起消费者注意。以诺基亚品牌生产消费产品的 HMD Global 周日24日在巴塞罗那举办的 MWC 展示了其诺基亚9 PureView 手机。虽然它不会折成一半，并没有下一代5G 移动连接，但 HMD 执行长 Florian Seisch 表示，这种手机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。高端设备制造商一直在努力开发激励消费者更频繁升级手机的方法，但较高的价格、型号之间的微观审美差异，以及中国制造商的激烈竞争，使升级新手机在过去1年内变得困难。Seisch 并未透露公司是否正在准备一款具有5G 连接功能的型号，跟随如三星和小米，但提到 HMD 正在与高通 Qualcomm、QCOM、US 合作开发5G 技术。诺基亚9手机采用了 Alphabet、Google、US 旗下的谷歌安卓 Android 系统及高通制造的处理器。但至关重要的是，在昂贵的高端设备市场内，它售价达$699。Seisch 认为，今年扩大诺基亚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点。他表示，与 Verizon、VZ、US 和 Cricket Wireless 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但他也希望在高端零售通路和电子商务方面投入更多资金，促进销售。更多精彩内容请至钜亨网连结。